114全國語文競賽台灣客語朗讀文章國小學生組謝強編號4號7分神錄音去看阿公阿婆胡明華研作愛再去看阿公阿婆的國家人都當聽前一暗晡阿爸阿妹見吩咐阿力愛做項做唔得遠場因前阿公阿婆帶到山那別角度阿力一家人愛坐火車盤2道菜再過行10多分鐘才會到係講特助剛出發連食夜都可能付唔到阿力親口聽阿公去屋順嘅樹那作蟲嘅教樹項有夠嘅蟲嘅差唔多各項都潛得到羊毛蟲草蜢嘅剪刀膏鴨嘅羊面嘅花菇嘅愛潛唔驚潛毛阿婆當下阿力見擺阿力轉來佢就會當工做糍粑本日嘅心肝嘅19年糍粑就是佢兩子阿婆嘅秘密阿婆唔知哪來嘅本事總係傳得到日嘅心肝孫嘅好物嘅元氣用啥總會偏好下一擺阿婆愛送阿力物嘅好舊嘅東西阿力就按樣望等兩子阿婆過再見面沒想到阿力也擺轉去長啲阿公前一步嘅無生意跌斷腳骨也下愛褲倉嘅張做得停通連行路都唔自在咧阿婆未數挫傷規則樹包得越高莫講落做下做糍粑連自家食東西都當艱辛阿公阿婆無法度皮蛋糕嘅阿力知道千神望一路攀山過嶺來尋阿公阿婆糕結果沙邊安樣佢凊彩問過人以後就面處處的抗議檢房唔生唔氣欠子子的佢越想就越唔甘願臨暗暝嘅時節阿爸阿妹老阿力喊出房間望等阿力開嘴阿爸設本佢一隻台嘅阿力打開來看第八係佢夢想拯救嘅變形金剛也擺做得電報本同學看咧唔知也係阿婆受挫傷以後當公下山去買本唔嘅麼阿妹講哈阿力出下驚想到自家唔煩阿婆嘅態度感覺當見笑接下來阿爸又拿出一隻肉蟲嘅用嘅盒嘅底度含有一隻解油菇阿力看嚟吃到面紅雞渣含卡排泄頭來來嘅細細上門係阿公也係阿婆買嘅阿爸講阿婆買嘅盒嘅阿公自家做嘅解油菇阿力越想越感覺冇應該佢想到阿公阿婆按上自家桌上嘅還相當愛準備本自家嘅東西點到係佢搶地顧自家完全冇想到阿公阿婆桌上咧有幾艱苦佢一下分享嚟決定冇愛做一個唔知人我嘅細路嘅等下就去同阿公阿婆費事理順沙洗奶一下
记上。万人和阿公阿婆安相爱呢。